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至亲。谈到关系，许多人喜欢开玩笑的说呢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。关系会使人的距离更亲近，所以许多人非常喜欢拉关系。其实就连在教会里面，甚至牧者当中呢，也有一些这样的人非常喜欢拉关系，或是找机会就跟名人政治人物扯上一点关系。但是这样一定有好处吗？我们今天先不论到信仰层面的思考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记载了因为欺骗而得到长子名分和祝福的雅各，在听从了妈妈利百加的建议以及安排之后，回到了舅舅的家乡，那个时候的境遇。雅各继续他的行程，来到东方人的地方。他在田野里看见一口井，有3群羊躺在井边，牧人给羊群喝的水都是从这口井取来的。井口有一块大石头，羊群到齐，牧人就滚开井口的大石头给羊群喝水，然后再把井口的石头盖起来。雅各问那些人朋友们，请问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回答，我们从哈兰来。他说，你们认识拿鹤的孙子拉班吗？他们回答，我们认识他。雅各又问到说，他好吗？他们就回答，他很好，你看他的女儿雷结领着羊群走过来了。雅各说，太阳还高，没有把羊关起来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给羊喝水，让他们回牧场吃草呢？他们回答，我们要等到羊群都到齐了，牧羊人一起把井口的石头滚开，才能给羊喝水。雅各跟牧人说话的时候，雷结领着父亲的羊到了，因为她是个牧羊女。雅各一看见雷结和舅舅拉班的羊群，就去滚开井口的那块石头给羊喝水。虽然然后他就亲着雷结激动地哭起来，他就告诉雷结说，我是你爸爸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雷结跑回去告诉他父亲。拉班一听见外甥雅各来了，就跑出去迎接他，拥抱他，亲他，带他回到家里。雅各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了拉班。拉班说，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。雅各就在那里住了1个月。雅各非常高兴的在井边遇到了他的表妹利结，也得到了舅舅拉班大大的欢迎。真的是有关系真好，但是真的吗？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也论到了关系。这个关系是成为犹太人割礼的关系。保罗问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在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，照这样说，犹太人有什么地方胜过外邦人呢？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？事实上，各方面都有。第一，上帝把信息交托了给犹太人，即使他们当中有背信的，
上帝也不会因此不信息。当然不，虽然人人都虚妄，上帝还是真实的。正像圣经所说，你发言的时候无懈可击，你受指控的时候必然胜诉。如果我们的不义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上帝惩罚我们是他不义吗？我是照人的想法讲的，当然不是。如果上帝是不义的，他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呢？如果我的虚妄能够使上帝的真实更加显明、更加荣耀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？有些人指控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。保罗说，虽然人都是虚谎的，但是上帝是真实的，是信实的，因为他不改变。人的关系会变，但是与上帝的关系永远不变，这是基督徒要追求的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。我的爱人像羚羊，像小鹿，他站着在我家的墙边，他从窗口探视，从窗格子往里面窥望。我的爱人向我说话，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你看，冬天已过去了，雨季已经过了，郊外百花盛开，鸟儿歌唱的时候也到了。在田野间也听见斑鸠的声音，无花果开始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。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来追求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并且以诚心实意的生命来敬拜主，来与上帝和好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